花式艺廊来看，全台湾去年有2300外个20岁以下就来生囡仔的少年妈妈，这阵小妈妈拄着真侪阻碍，所以立馨基金会甲艺人来合作，举办摄影展，透过镜头来记录这阵勇敢甲囡仔生落来幼稚的少年爸母。 小心保护着心肝宝贝，少年妈妈洋洋，当初有心也是学生，经过丢毒滚架，也是把囡仔生落来。瞬间就没有了朋友，然后你要一个人去独立面对这件事情，你没有一个人可以陪你去诉说，其实那个压力会真的蛮大的。 立馨基金会统计，8成以上的少年妈妈经济上有真大负担，还阁承受社会眼光，所以邀请艺人甲摄影师举办线顶摄影展，记录因努力生活日常。我们会看到他们的一个勇敢跟坚强，虽然可能他们的能力还不足，可是他们的这个心是非常的一个这个坚定。兼顾这么多斜杠身份，她又是妈妈，然后呢又是学生，但是她也同时也非常积极的，或许更加积极的参与公共议题跟公共事务。 泡着牛奶压囡仔困，这阵少年爸母努力生活的方式完整来展现。虽然因行甲大多数的人无同款的生命定数，也是努力咧过生活。透过摄影展，呼吁社会放下无同款的眼光，让这阵少年爸母温暖的力量。